到嘞。有啲。哎，杜丽，你知冇？董事出产的梨董油苗。东施 is famous for its pears。不错，相公都在用梨子来做菜嘛。用梨子做，不然我们问一下大哥，问一下大哥。大哥。哦，提供鸦片梨的董油苗哦，这边可以先采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我拢系公共过自然啊。梨耶都在做菜啊，做得冇？做定啊。像哦，带我们去采你的李子，我们希望可以拿它来做菜。OK 啊。好，看到我们这个就是梨园了哈。哦，梨园哈。对，梨园。哎，真紧的。是我们东市的哦，这个母树呢，叫做台湾的衡山梨。哦，朗山梨，衡山梨。董事鸦片的梨也有董油苗。你在路边，你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梨，对不对？对。在路边，如果你开车过去，你就看很多人在卖梨。我想说，这什么东西？他们说，因为董事鸦片哦，这个李子是非常有名，很好吃的。难怪这边叫做那个什么 ，The famous pears of 东市。错，没错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对。不过大哥，我们看到很多李子好像都蛮大颗，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，教我们怎么采收嘛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，看我们的东市的梨子。好。哇，董胎呢？梨胎哦，很大好大有没有看啊？送一下，送双鱼，送双鱼，送双鱼。还有拿好哦，不然掉到地上了。抓好就对了。对，一起推。你不能破坏我们这边东市 famous pears 好不好？这也太有名，你不要破坏它。董事树上的梨也董油苗。你们两个可以合作嘛？一人采一颗就撑着了，就不会。不行，我想要跟他比赛。你要比赛？你要跟我，你确定吗？我采一颗比你，等一下，你确定吗？比你头更大颗的。好，自己找。对。Mr. 董事 pear,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大哥，来，评断一下。噔。哦，有胎哦，董胎哦，胎哦，董胎哦，我好紧张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能跑多远？哇 ！This is a famous pear. 真给呢 And I got a third one. 我一包有3颗3颗啊！董事出产的梨也董油苗呢？对啊，东施 is famous for its pears. 好甜哦。